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美樂士多大叔啊。大家可能第一次見我，好似叫做正式叫做拍片啦，自己拍片啊。介紹下美樂士多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今次咧，又有個新嘅項目啦，就係貨倉影樓啊。點解咧叫做影樓有貨倉咧？其實因為名副其實嘅，因為呢度有個工廠大廈啦。其實主要目的本來就係都係擺下我哋啲即係收藏嘅物品啦。又好彩喎，業主咧就話不如咧有個地方，不如我哋繼續用住先。所以咧我就覺得不如又好啦，我哋又再將啲場景咧又再砌翻出嚟。今次呢個士多場景咧，其實本來咧我就諗住都收埋佢先㗎啦，就可能第日有機會先至再重現啦。點都知估唔到今次咧咁快脆咧又可以同大家見面。介紹下咧，我哋士多裏面咧嘅場景啦，尤其是場景裏面嗰啲設備啊，有啲咩特別咧咁樣。因為都成10年啦，係當時咧，我哋響長沙灣嘅工廠大廈咧，當時都係真係為咗興趣啦，因為好多儲下好多士多嘢啦。不如咧就將佢砌一個士多場景出嚟，就俾人哋上嚟打下卡啊。點不知咧嗰時就真係幾好反應嘅。因為有啲媒體嘅介紹啦，所以咧就變咗嚟講有好多人上嚟咧，一週末咧就好逼滿人嘅，就上嚟打卡啊，或者睇下士多裏面舊時嘅嘢係點樣啊，都幾開心㗎喎。而今次咧，我覺得又再砌出嚟啦，不如就有啲朋友其實未上過嚟嘅，有啲朋友可能係呢幾年先認識啦。今次咧，我覺得又再重現咧，其實就不如再等大家有機會有時間時睇下啲片啦，就可以望下其實裏面有啲咩特別咧。而下次上到嚟嗰時就會可以留意一下。因為你都知啦，我都唔係專業拍片啦，第一次做啦，所以咧變咗嚟講就大家唔好嫌棄，或者可能有時會長氣啲，不過我會盡量修剪得簡單啲、快脆啲，等大家咧唔好悶啊。其實好開心嘅，因為咧其實有個士多嘅場景咧，都唔經唔覺都咁多年啦，變咗嚟講其實都係嘅。當然我哋都想一個營運啦，但係我哋亦其實另一方面嚟講，其實都可以希望。即係同大家分享下，即係好似譬如呢度嘅場地，可能除咗士多啦，有理髮店啊、文具鋪啊，或者係其他啲唔同嘅主題嘅。其實大家咧，我哋都會慢慢介紹咁樣咯。而士多裏面咧嘅物品咧，其實咧我都會分開咗幾集啦，因為我都未知道其實拍落去係會點樣嘅效果。如果大家多啲反應嘅，我哋咪努力啲去拍多啲咯。大家覺得悶嘅，可能都算啦，安慰自己就可能當一個記錄就算，都幾好啦。